大家好，呢一條影片將會為大家介紹 Excel 入面一個叫做 Form 嘅功能，即係表格。呢一個功能可以幫助我哋更高效地管理 Excel 中嘅數據，特別係喺處理大量數據時，佢能夠大大提高我哋嘅工作效率。首先，我哋需要將 Form 呢一個功能加到頁頂嘅 Ribbon 功能列。我哋到 File 下面揾到 Options，然後選擇 Customize Ribbon，選擇 Commands Not in the Ribbon，喺下面揾到 Form，然後喺右手邊選擇一個你想添加到嘅 tab。今次我哋點擊 Home，喺下面選擇 New Group，然後按中間嘅 Add，咁就完成。我哋去返 Home 下面就會揾到頭先新增嘅 Form 功能按鈕，而家將會介紹一下呢一個功能。首先需要點擊一個有資料嘅儲存格，再按 Form 呢一個按鈕，Form 嘅版面就會出現，以表單嘅形式展示現有嘅數據，能夠俾我哋更清晰咁瀏覽每組數據。表單嘅右手邊見到有唔同嘅選項，我哋可以透過 Find Previous 同 Find Next 去逐一檢視數據。我哋亦都可以利用滾軸去查找。我哋喺 Find Next 嘅下邊見到 Criteria 嘅功能，可以用嚟尋找數據。呢一個功能可以根據一個或者多個特定項目條件去查找數據。我哋先點選 Criteria，然後喺空白位置輸入想查找嘅數據。例如我哋想尋找 ID 22110嘅資料，我哋喺 Form 視窗入邊 ID 嘅一欄輸入22110。然後 click Find Next 或者 Find Previous， 就會揾到該組嘅數據。揾到相關嘅數據之後，我哋可以留喺呢個版面去編輯數據。例如我哋要更新該同學嘅 CGPA， 可以喺相關嘅欄位入邊更改，然後按 Enter。我哋可以到 Worksheet 尋找返該項數據，就會見到數據已經自動更新。另外，返到 Form 嘅版面，我哋可以按 New 按鈕去添加數據。假設我哋需要新增一位同學嘅數據，我哋首先喺適當嘅位置輸入要添加嘅資料，輸入完再按下 New， 然後返到 Worksheet 嘅版面，喺最底會睇到我哋啱啱所輸入嘅新資料。我哋亦都可以透過 Form 嘅功能刪除一組數據，先返到 Form 嘅版面。假設我哋要刪除21036呢位同學嘅資料，先到 Criteria 尋找21036， click Find Next， 然後右手邊有 Delete 嘅按鈕，click 落去就可以將整組數據刪除。Worksheet 亦都會自動刪除數據同更新。以上就係 Form 呢個功能嘅使用。今次介紹去到呢度，希望能夠幫到大家。